大家好早，阮是3年校班，我是阿雄，我是阿峰，我是阿勇，我是阿嘉，我是阿珍。阿英饲的迄只狗仔，即马拢毋捌看到，原来是去互伊走无去。我毋知就是阿英甲伊掠去单掉咧。家仔毋是掠去单掉，若无煞爱做流浪狗，伫外口流浪，就真可怜哦。即马真侪人爱饲狗仔，若介意就疼命命，袂输宝贝咧。若无爱饲，就甲伊乌白拼掉，毋管狗仔的死活，实在真无应该。咱饲伫厝内底狗仔、猫仔，若甲伊带出去外口，一定无依无我。若毋是破病死，就是会夭夭死。若是去互掠狗仔追掠去，阁无人认养，甲伊掠转去饲，规尾是会安乐死呢？要饲猫，要饲狗进前，咱着爱想较真诶，是毋是有法度照顾，会当甲伊饲甲透尾。即马大家一句一句对阮念：爱饲惜命命，爱饲惜命命，无爱乌白抨，无爱乌白抨。流浪四界行，流浪四界行，早慢会无命，早慢会无命。搁念一摆，爱饲惜命命，无爱乌白抨。流浪四界行，早慢会无命。恁念甲真好，多谢大家。袂输宝贝咧，若无爱饲，就甲伊乌白拼掉。毋管狗仔的死活，实在真无应该。咱饲伫厝内底的狗仔、猫仔。